快啲過嚟扶我啦！你受啲刺激就心絞痛，好明顯心血管有問題。你手腳冰冷又失眠，好明顯血液循環都有問題喎。要解決呢啲問題，唔使一定食藥做手術嘅。從中醫宏觀嘅角度，健康嘅源流來自於全身血管嘅暢通與臟腑之間陰陽五行嘅平衡。如果你血液循環唔好，就等元脈動幫你血管做運動啦。我哋提供嘅體外反搏技術，英文簡稱 EECP， 係一種非入侵性嘅心臟輔助療法，對心血管起到同做運動一樣好嘅效果。用氣囊一收一放嘅壓力，改善心臟血液循環，唔使做手術，唔使食藥，治標治本，療效持久，費用仲平過心臟手術好多添，慳翻啲錢夠去幾次旅行啦。咁 EECP 係咩原理呢？ EECP 嘅原理係咁嘅，你只需要放鬆平瞓喺床上面，喺小腿、大腿同 pat pat 套上氣囊，然後放置血氧儀同心電圖信號貼，氣囊會依據心電圖信號同步充氣同放氣。當心臟放鬆，氣囊會由下而上順序充氣對血管加壓，令身體下半身血液灌注到上半身，從而令腎臟、心臟、大腦呢啲重要器官嘅血液灌注量增加。然後喺心臟收縮之前，全部氣囊會同時快速放氣，令血管壓力降低，減少泵血嘅阻力，心臟肌肉就可以用少啲力將含氧血液泵出去啦。簡單嚟講，心臟負荷減輕咗，血液流動又增加咗。咁點改善身體健康呢？當你嘅血流增加，氧氣同營養物質會更有效咁輸送到身體各個部位，提升身體各個器官嘅功能。血流增加會促進新血管生長，形成類似心臟搭橋嘅代替通道，改善血管阻塞嘅狀況。而長期缺乏血流嘅血管亦會被激活，改善例如手腳冰冷嘅情況。喺血管裏面，大量嘅血液流動會刺激血管壁內皮細胞釋放更多一氧化氮，令血管放鬆，幫助擴張同軟化因為高血壓而變得又硬又窄嘅血管，回復年輕有彈性。臨床研究證明 ，EECP 治療仲有效改善失眠、慢性疲勞、糖尿病、勃起功能障礙呢啲疾病。對於預防大腦相關疾病，例如中風、早期失智症都有顯著作用，仲可以幫助埋新冠後遺症添。我哋嘅 EECP 專業人員會首先詳細了解你身體狀況，然後幫你做血管年齡檢測，根據分析結果為你設計個人化嘅療程方案。喺治療過程，專員會監察你嘅身體狀況同記錄數據。療程期間有中醫跟進，需要時會配合相應治療。我哋相信治療最重要係從根本上改善健康，有效嘅方法唔一定要複雜又昂貴嘅。正啊！而家身體好咗，又唔使做通波仔，可以周圍去啦。